目前嘅諗法可能係去旅遊嘅藝術家，佢哋四圍去為個別人士創作呢一啲作品，亦可能係宮廷或者係宗教傳統。咁樣諗法的確好合理，純粹因為佢哋呢一啲作品分佈得好廣泛。洛克時期嘅高峰係公元前1000年，呢段時期喺考古學上，我哋知道鐵器技術開始慢慢咁嚟到呢區。遍佈喺非洲中部，一個個新石雲陸續形成。由公元前3000年起，有人同技術展開咗一場不可思議嘅遷徙，隨即改變咗非洲嘅面貌。呢場被稱為班圖人遷徙。呢場遷徙好重要，因為大概2/3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都住咗講班圖語嘅人。到公元前1000年，班圖人進入東非，而當地多個社會，例如我哋識嘅斯亞希里人社會、南部嘅祖魯人社會就開始出現。當非洲中部嘅人以鐵為基礎建立多個新社會，呢種喺技術上嘅一大進步，亦都令尼羅河沿岸多個文明慢慢轉型。當中冇地方比得上麥羅埃。麥羅埃建於一道肥沃嘅蒼翠島嶼上，位置就喺尼羅河岸。到公元前500年，麥羅埃就成為咗獨立嘅庫斯王國嘅新首都。呢個可以話係支撐農業發展嘅地區，而且又建有皇城，所以對麥羅埃大部分人口嚟講，生活應該係相對比較舒適。庫斯王朝第3時期嘅統治者創造出強大嘅王國，相關證據喺麥羅埃嘅龐大遺跡中依然可以清楚睇到。呢啲金字塔係麥羅埃嘅國王同埋皇后嘅墓室，有過百座點滿島嶼嘅天際線。庫斯嘅財富一直建基於大量黃金儲備之上，喺古代可以用嚟貿易。但係仲有一種資源可以為國家創造財富，同時亦都可以界定麥羅埃。大家早就知道麥羅埃係鑄造鐵器嘅中心，因為城內嘅市區有一座座巨型礦渣堆，因為要冶鐵去鑄造武器、鐵刃以及鐵製矛頭。嗰啲係庫斯面臨新威脅嗰陣需要用到嘅防衛武器。公元前31年，克里奧伯特拉嘅埃及曾經一度係地中海最偉大嘅帝國，被羅馬人擊敗。羅馬人嘅軍用器械係古代世界之中最強大嘅，一路吞併英國，至到中東以及非洲嘅多片領土。而家佢哋將目光投向庫斯。羅馬人做嘅其中一件事就係將埃及嘅南部邊界進一步推入麥羅埃領土，而我哋知道嘅另一樣嘢係麥羅埃當時正開始反抗，阻止羅馬人步步進逼。麥羅埃就需要堅強而又果斷嘅元首。